今仔是咱邮王工作的纪念日吼，伫这个活动这个王尊节啦吼，王尊会这个活动是已经第2年吼，伫咱新的主委产生了后，咱委员会改组咱就咱管理委员会非常积极吼，为着要宣扬咱台湾唯一一间吼，唯一一间7月4日咧关档期的就是咱柳营大天年吼。咱为着咱管理委员会为着要宣扬咱柳营大天年邮王工作的由来甲即摆的事迹啦吼，伫咱管理委员会用心的计划啦吼。要来打咱邮王工作推广到咱整个台湾包括国际这是咱大家咱所有的先进大业大家期待中的吼。今年是第2年希望咱所有来自参与的这个各中小这个学校吼会当永远来支持这个活动有意义的活动互咱。大天年互咱邮王工作会当远播千里啦吼！这个伫咱住伫咱柳营堡所有的先进大德非常的期待而我乌家虽然新的人我对宗教文化活动的支持啦吼的认识这种活动绝对爱靠咱大家。唔是管理委员会，也是靠咱一个老主委就有法度推广吼。咱我会来督促着咱市政府咱文化局、观光局因来咱做一个指导来咱配合，互咱明年这个活动会当更较有看头吼。这是咱大家会对咱管理委员会的认同、的肯定大家做伙来OK， 对宗教文化活动咱讲真的啦吼，恁大家拢看会到，尤其昨啦昨日伫咱这个中华道教中华道教会来到咱台南伊要发挥着这个讲地方是咱的社会嘛是咱的。咱台南市所发生这个天高节，一直无法度压落来。伫政府用科学嘛无法度来治理这2只蚊所以咱这个道教总会伊单来发动一个大家要来用这个炮来模仿着咱过去咱隔壁庄咸水关圣帝君。迄种精神啦用硫磺来消灭瘟疫所以会知影我昨日去麻豆参加因的起炮8.08分咱台南市所有的宗教寺庙大家遍体开花啦用炮大家看会当透过这个硫磺来消灭这个天高节互咱台南市所有的居民会当来安居乐业。这嘛是算宗教的文化活动啦这嘛算宗教的文化活动，所以咱有信仰对道教有信仰的人明仔载咱中华道教有哪会出巡会邀请对咱大天年来伊嘛会来对大天年来参拜咱邮王工作啦伫咱邮王工作要发挥咱要安怎来推广出去。我相信咱老主委甲这干部有一套办法大家做伙共同来参与啦明仔载下日咯明仔载伫遮过咱道教伫遮过咱大家拢厝内有炮大家倒来放一罐用硫磺来帮政府来消灭这2只蚊咱来配合政策啦感谢大家，祝咱今仔日大会让圆满成功，咱邮王工作会较紧，远播千里感谢大家，多谢。来，感谢咱议员、区员议员，咱即摆咧鞭炮，请咱议员、请咱诸位鞭炮开始，咱节目的开始。两个座位，一节，子龙国小请准备请准备哦。
鞭炮。感谢咱议员，给咱今日由公演艺正义大会节目正式启动。我们现在欢迎我们。过来，就是咱来自拄则拜庙的嘉义主良国小，嘉义主良国小要来甲咱开场要来甲咱开场，透早足早就来啊